死梗啊！咁又未必。你估我哋有冇辦法可以打贏佢哋咧？打唔打得贏佢哋？只要佢哋有汽油啊，邊個擋得住佢哋坦克車啊 Hello， 我係趙展希阿希，我叫大寶，係啦。咁我呢個角色咧，其實係叫得大寶，當然有小寶啦。咁就係兩兄弟嚟嘅。咁呢兩兄弟咧，都係一個叫高家客棧嘅地方咧，就係做車夫嘅工人嘅。我叫彭展亨，咁就2018年喺演藝學院畢業。咁我喺呢個戲入邊最主要都係做難民啦。呢個黑衣係咩意思啊？老曹，你冇同佢哋講，而家一切由日本人管理，與我哋無關。戲劇加戲曲呢個組合呢，係第一次參與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探索嘅方向，即係呢個表演形式。因為始終戲曲坦白講，佢講對白嘅方式咧，唔係我哋平時説話嘅方式，就會令到一般年輕人會好抗拒嘅。咁但係當加入咗呢個戲劇元素之後咧，令到嗰個對白比較日常生活感嘅時候，就易入口咯。我會話好似活化咗戲曲咁。作為一個難民啦，我嘅崗位就涉及比較多關於戲曲嘅部分，咁所以我就比較會多啲問下佢哋究竟喺戲曲上邊嗰個身段究竟要點樣展現？作為一個侍衛要去打個反嘅時候，究竟要點樣將個動作起動？呢啲反而係我會問多啲啊！佢哋會分享翻佢哋嘅一啲行當嘅術語咧，譬如話一個。我哋有陣時可能形容你 feel 下幾時進入嗰個場口啦。咁可能我哋大概就會用緊呢啲，你揾一揾個位，你感覺下睇下邊個位啱啦。咁原來咧喺戲曲行當咧，佢哋有個名，我覺得好靚。佢話善之處，即係你哋點寫㗎？即係應該係美善嘅善，跟住然之後之處，即係一個啱嘅位啦。即係我相信應該係咁嘅解釋。老闆行得快，一定有古怪，究竟走去邊？究竟走去邊？快下！呢個混合式嘅合作，我覺得提醒到我嘅就係，我哋知道嗰個角色點樣做，點樣反應呢啲事，但係我哋再喺外在嚟講，有冇啲乜嘢令到佢更加有嗰種美，或者令到觀眾係更加呈現得到，令到佢更有想像。打個譬如，可能我只不過係稍稍擰轉咗，我咁樣，我喺度呼吸，其實可能喺呢度嘅觀眾去閱讀嘅時候，就已經閱讀得到呢種佢係一種有個悲傷定唔知係啲乜嘢呢？反而好過我喺度，我好傷心。可能喺個呈現嘅方法裏面，我覺得係多咗啲可能性。呢種一齊去參與製作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或多或少，戲曲嘅部分，佢哋要參與戲劇嘅部分，或者我哋要參與戲曲嘅部分。但係今次的而且確，我覺得最大嘅感受係，因為雙方大家都要進入大家嘅界別，去做佢哋擅長嘅嘢。他是救個女嬰兒我卻是勢利人生厭。我哋點樣可以將戲曲入邊一啲可以用到嘅元素，或者值得保留嘅元素，活化擺喺日常我哋生活會接觸到嘅表演形式入面，令到年輕嘅觀眾慢慢接受翻戲曲呢樣嘢呢？咁但係活化呢個過程或者呢個思考喺呢個戲，即係起碼睇開戲曲嘅觀眾會接受到有戲劇嘅元素擺喺佢哋戲曲身上先。咁有呢個第一步啦，咁會唔會可以有第二步調翻轉，將戲曲加入去戲劇入邊，令到睇開戲劇嘅觀眾又欣賞翻戲曲嘅呢啲部分呢？